至尊至圣耶和华阮的上帝，阮伫你的圣殿来聚集，阮要发出阮心中较无的祈祷，愿主你的阳光降临伫阮的中间，带来天顶上帝你的祝福。互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祝福满满的礼拜。愿伫你的面前，为着阮今仔日的事工事奉，愿甲所有的同工做伙祈祷。愿伫你的面前摆列阮心中的祭坛。愿主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甲阮洗清气，互阮带着无惊吓、敬畏的心，伫上帝你的圣殿内底来做上帝你的圣工。愿天父上帝将你的荣耀，也将你所享受圣神的快乐，互阮的事奉无空空。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安静心准备做礼拜。
全地就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世间情人梦着甜情，真情也伫面前。无伫看有世间俗事，
即是咱来相甲吟圣诗，圣诗59首，上帝自然至尊无对，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咱议员起来，用书读圣经，做咱的信用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得拜岛入来受苦，定是入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上中搁活上天，搭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咱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信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应，看启应文35篇。既若恁喙焦的，就来就滚水；也无钱的，恁就来买来食。来啊，毋免银，毋免价钱。来买酒甲烟。恁啥事开费钱，买迄个袂食伫的物。啥事着我伫迄个月互人食饱的啊！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物。得着享受优耳，互心欢喜。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伫伊3千斤的时求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归往耶和华，伊要怜悯伊。归往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骗行赦免。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你的路毋是我的路。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搁倒转。就是润的土地，互地上富艺结实，互野种的有种子，互食的有美牛。我的喙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这。是要互我所欢喜的，也互我所找伊所做的事通得到相通。
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得到恁带平平安安。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欢喜唱歌，田野的树木拢要打酒，青白发生来替草饲，光念树发生来替这个，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做永远的证据，月月检读。阿免。咱个吟圣诗170首。圣诗170首，请咱大家大声唱歌，请咱坐咧吟全首。请咱大家大声唱歌，奉献了耶和华，圣经讲世世流相会，我阮就人下面做，上帝稳定叫大无比，我所对咱的修行，咱若可以就拢免惊，到尾阮当为他赢。上帝相会遍满天的，万般难人是一家，欢喜进入耶稣相会，甲被上帝三交杯，上帝相会无论哪有，我都追到就地球，到归面前无分彼此，天下只有一个主。我们主点明强相锁，甘愿讲世受艰苦，拯救人类脱离罪罪，一抓人人的相会，小心你的可好脚步，我多大家庭拢对主脚步，他已来行，到尾阮当日天上。阿门。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愿一切的荣耀拢归伫你的圣名。主，阮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百姓。除了你以外，阮无别个拯救。大山会当闪开，小山会当迁移，你的慈爱的确永远无离开阮。主，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关台甲溃难，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站。主，阮嘛甲拄咧经历患难甲病痛的兄姐，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内，伫因软者的顶面显明你奇妙的作为甲医治的权柄，灵敏稳定甲因三甲二地，诚做因及时的帮站甲生命中的倚靠。主嘛恳求你怜悯伫世界当受战争苦楚的人，恳求主保守全世界有真正的和平，要互人的私欲，互百姓生活伫惊吓甲生命的危害环境中，互强者有公义，弱势者有安全。
赏识各国的领导者有智慧，做出正确的决策，帮助因的百姓早一日有平静平安的生活。主，阮嘛为着阮生活中得罪你，恳求你怜悯甲赦免。主，你对远远就知阮的心思意念。有时阮伫生活中有意无意得罪你的，恳求你怜悯阮的软弱，帮助阮伫生活中会当为主过分别做成的生活，嘛会当有好的所行来为主做好的见证，荣耀主你的名，嘛互阮时常较无你的话语，互阮搁较深来明捌你，互阮所做所行合主的旨意，互主你欢喜。恳求主怜悯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了，请信歌队。
请咱来共守上帝的话。来看圣经以赛亚书43章18节到21节。以赛亚书43章18节到21节。耶和华安尼讲：恁毋通纪念前的事，也毋通想早时的代志。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今咧发现，恁敢毋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山里的走兽要尊重我，山狗甲兔鸟也要安尼。因为我互旷野有水，互沙漠有河，通互我的百姓，我所敬的啉。即个百姓是我为家己所做的，要保养我的名声。咱再来看一位圣经，约翰福音第6章32节到38节。耶稣甲因讲：我实实甲恁讲，毋是摩西用对天来的饼互恁，就是我的爸用对天来的真饼互恁。因为上帝的饼就是迄个对天落来，也用活命赏赐世间的。因就对伊讲：主啊，常常即号饼互阮。耶稣甲伊讲：我就是活命的饼，照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若是我捌甲恁讲，恁已经看见我，也犹原毋信。既若爸所予我的，拢要就近我，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因为我对天降落，毋是行家己的旨意，就是行找我的旨意。正道为耶稣传云端的福音，请做牧师。所听下这大家平安。咱同心搁一摆，为着今仔日领受上帝话，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恭敬自责，阮是你的囝儿，阮来到你的至圣所，阮要同心来敬拜你。愿你的天使围绕伫阮的身边，伫天灵伫地灵，拢真侪敬拜你的至圣所。所以，阮伫礼拜前，阮有听到伫窗仔外口有鸟只在叫的声，祝福人甲这个所有你所创造的万物，阮同齐敬拜上帝。愿主你祝福这个礼拜，互阮真侪伫你至圣所受你阳光所压看，要活伫光明中间你的百姓。主求你也装备教示阮，互阮通用这种的阳光。伫即个黑暗的世代，来为主你来发光。主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将你对天灵来的恩典，亲像马利基先知所讲，你要拍开天窗，倒落所有的祝福，满到阮的库房，无法度承受。愿主你将这种天灵的福分，就是天顶来的美娘，就是耶稣基督的活命，来放伫阮囡仔、老人。全家、全教会、全世界，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个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今年是咱的教会设教90周年，所以今年应该咱爱大大欢喜，因为90是一个大日子，久久长长。但是咱的教会知影，并毋是用90岁做结束。所以，咱的教会要做伙手牵手，咱毋是干那要庆祝90周年，嘛毋是干那要庆祝明年91。咱要做伙伫上帝的面前，甲主祷讲，主啊，求你赏赐阮，伫未来10年中间，将异象、将上帝你的计划，用阮所有兄弟姊妹来显明。今仔日嘛是咱的教会伫今年，咱头一摆举行叫做
共适应。共适应意思就是做伙来追求上帝伫咱中间的意象。所听的这牧师第一摆先保留互中集，过来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要做伙参加，咱要做伙举起咱的手，为着这间教会来祈祷讲：主啊，你爱这间教会做什么？兄弟姊妹，咱拢有份哦，毋是干那牧师将感动甲咱讲，毋是。所以咱的教会应该找就是意象。当我拄新人院毕业的时，我受到一个训练会，迄个训练会提醒所有的牧师讲，爱不断来想将来意象，毋是听候教会已经营营无代志做，才开始咧找将来意象。伊讲一个真够冲浪的人，伊一世人拢咧听候，当伊去到海面的顶悬，伊伫迄个冲浪板的顶悬咧等的是咧等什么？咧等上帝预备下一个浪头。所以伊讲人生有一个生命的周期，有低潮，有高潮，有低潮，有高潮，有低潮。所以人应该要不断的追求下一个阶段的意象。所以牧师嘛要甲咱所有教会的青年讲，咱的人生是一个不断有高潮的人生，咱的人生相对嘛不断有低潮的人生。就是上帝要伫死荫的山谷甲咱扶持，所以意象是咱的教会做伙的目标。伫咱的周报顶悬，伫第一个方面顶悬，已经足侪年，我毋知咱兄弟姊妹敢有感受到即个物件，常常咧对你讲话。咱的教会有5个特征，咱的教会要成做什么种的教会？牧师今仔日毋是要解说即个，恁会当静静看。但是牧师要问咱讲，除了这5项以外，伫下一个阶段的10年，咱有什么种新的意象？5+1， 5+2， 5+3。3日前，上帝互我有一个感动，就是5+1。另外，迄个+1就是成做一个云端的教会。咱的教会是一个心灵的家庭，咱的教会是一个追求真理甲活命的教会，咱的教会是一个无围墙的教会，咱的教会是上帝掌管的教会，咱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5年前，上帝通过一个短短的简讯，互我有足深的感动，就是秀英姐，伊咧陪伴占大兄的时足辛苦，因为占大兄起码目前的情形是倒伫面床顶悬，也未讲话，也未回应，也未行动。但是秀英姐有一日摕伊的手机，甲占大兄做伙咧互动的时，伊摕伊的手机轻轻甲放伫占大兄的耳孔。忽然，秀英姐看到占大兄的目屎流落，目屎，所以秀英姐伫迄日就伫赖顶悬甲我回一句话，伊讲牧师，我将你的讲道放伫占达的耳孔边。忽然伊流出目屎，我毋知这是圣神对伊的感动，还是占大兄听到你熟悉牧师的声音，所以伊就流出目屎。这个分享，互我有足深的感动。我甲上帝讲，上帝，我无法度到伫北部，常常伫伊的耳孔边，甲伊讲鼓励的话。但是上帝，我真期待我会当亲像伊的兄弟，我常常会当伫伊的耳孔边，甲伊讲耶稣听你。所以兄弟姊妹，对迄个时阵开始，我知影讲，原来咱做伙的礼拜，毋是一个普通的，咱来讲的例行的这个行程。咱的组织毋是一个普通的礼拜，就是咱的习惯，就礼拜日就爱来遮3见面。我真知影讲，就算做有一个人，那伊伫黑暗的房间，伊听到上帝的声，伊就知影上帝要去杀伊。所以占大兄伊的辛苦，我感觉迄是上帝的感动，迄是因为伊感觉有一个新的愿望，对外面的窗仔入来到伊的心内。互伊知，
上帝在对伊讲话。所听兄弟姊妹，咱的礼拜是一个足幸福的代志，咱的礼拜嘛应该是足神圣的代志，毋是干那占单兄尔。阁有就是恩惠兄，恩惠兄伫伊最后挨末的时，伊逐摆若要断院，伊拢会交代伊的查某囝，你甲曾牧师迄个讲道摕来放互我听。我感觉足奇怪，因为早期咱的教会录音是足短，有一摆牧师送伊一块讲道片的 CD 录起来，因为迄拢一年一摆。我袂会记得迄改成是足短一个礼拜的讲道尔，但是伊毋知听几摆，逐摆若伫病床的中间，伊就想要听上帝的话。检查伊感觉，通过做礼拜的讲道，伊感受着上帝伫伊患难中来陪伴伊。所以兄弟姊妹，愿咱毋免伫病床中间来听，好无？愿咱常常拢听见上帝伊宝贝的声。所以今日牧师的题目是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讲：有声对天顶落来。这是一张的图片，一个人徛伫旷野，一个人徛伫山头，亲像摩西徛伫四面山讲，忽然有上帝的声甲伊讲：你毋免惊。亲像雅各伫咧暗暝旷野的时，伊咧迷茫中，天顶的腿。上帝天使阳光落来，伊醒起来了，才知影讲，原来我的上帝嘛伫这个旷野中间甲我做伙。所以兄弟姊妹，有上帝的声对天顶落来，这是圣经对头到尾一个真神圣的图片。所以圣经才讲，我要举目望天，我的帮助对倒来。做一个基督徒，咱爱看天堂。咱来开心窗，咱来看天堂，咱来开心窗。看天堂就是看到上帝伊荣耀的面，开心窗就是恭敬准备来听，拍开咱的心，拍开咱的耳光。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祝福你甲我，也愿天父上帝祝福这间教会。虽然伫庄脚，但是上帝的信息通过直播。上帝的信息通过咱的录影，通过上帝的信息，通过 YouTube 顶悬所留落来的信息，愿天父上帝，互邀过的人来得到帮助。因为伫今仔这个世代有检测，有少数的人，因连去教会都毋敢入去教会，或者无方便去教会，所以。上帝来当通过咱做伙所做、手所做的工，上帝来通过咱做伙同心祈祷，这个礼拜这段，互逐所在的人，伊毋免钱、毋免银，伫因要个需要的时，因会当美伫因的房间，或者伫因的工作中间，礼拜日无法度工作，但是礼拜暗伊就会当听咱教会直播的礼拜，这就是上帝福音对天灵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云端的教会。咱享受，咱并无搁做其他的啥物工作，咱只有真照实在做伙做礼拜。恁坐伫这个所在，毋是干那听礼拜尔，恁的参与就是互教会的这段充满祈祷甲活命。愿天父上帝拍开伊的天窗，拍开这堂教会的门。诚做无围墙的教会，到达所在。今仔这个圣经到底咧讲什么种的功课？今仔圣经咧讲起上帝所赏赐活命的美牛，因为这个时代人咬喙焦，毋是因为无饼通食、无水通啉，是因为人听袂见上帝的话。这是顶礼拜牧师甲咱做伙读的圣经章。这个时代有偌尼侪人。真正需要上帝圣经真正活命的话，所以无论是查经，无论是听讲道，无论是祈祷，当人较无上帝的时，人最需要就是得到帮助。所以今仔的圣经耶稣讲，天顶上帝的饼对天灵来，
恁家即句话记起来。上帝的饼对天人来，即个讲上帝的饼对天人来，就是意思就是上帝的话对天顶来。和本的圣经讲上帝的粮，生命的粮。中文的圣经翻作米粮，但是实在原文是饼、面包。为什么？因为咱台湾人是食啥物？食米啊，所以咱就甲翻译做米。五穀，但是伫中东、伫西方，因是食啥？食香、食饼、食米粉，无共款。所以其实原文的圣经是讲，上帝的米毋是米粮，上帝的饼、上帝的香对天人来。伊讲即个香是甚物？即个香就是耶稣基督的活命，是用活命所互咱的。即个活命，即个饼，毋是摩西互咱的。所以换一句话，当你领受上帝的真理，你心内你就感动，毋是牧师的讲道。伊讲毋是摩西所互伊的兄弟姊妹的饼，是上帝所互伊的饼。上帝只不过就是通过伊的路谱，通过我伫今仔日圣经，伫逐礼拜圣经的分享。但是上帝本身就是伊家己讲话的上帝。愿咱恭敬来听。耶稣煞只讲，当伊的兄弟姊妹甲伊祈祷，甲伊讨讲。主啊，求你将这个饼赏互我。耶稣甲因讲：我就是这个饼。意思就是伊所讲，我就是真理、活命、道路。所以耶稣本身就是上帝的话。所以听兄弟姊妹，耶稣讲这句话最重要的表明，伊要用上帝的话来栽培。伊要用上帝的话来养饲伊的门徒，伊要以上帝的话来养饲逐个时代心内颂扬邀过的人。兄弟姊妹，咱拍开心，拍开咱的嘴，伸出咱的手，咱甲主祷讲：主啊，伫今仔日，你将天顶的米粮、活命的米粮，伫这个时刻赏赐互我。我无爱做营养不良的基督徒。我不爱做一个营养不良的基督徒，我要做一个真勇壮、真有体力、真健康的基督徒。主欢喜咱安尼，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伫主的面前，咱用较无的心甲主祷告。主啊，逐礼拜拢养饲我。主啊，逐日拢养饲我。顶礼拜圣经敢是伫清早的时，主啊，求你赏赐我会当听见耳孔，恁会记迄句话无？逐早起，上帝用伊的话来养饲咱。今仔日咱嘛要继续迄种较无的心，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求你教示我，求你满足我。身为牧师，真困难伫主日的礼拜日听讲道，因为多数牧师的职分是讲解圣经，因带带领礼拜。但是当一周间的时，我咧备办我家己的事，我真爱听讲道，所以我常常爱读册。我感觉我生命中间得到满足，有一个真特别的习惯，就是读册。我少年的时阵并不是一个真爱读册的人，但是后来我对真多的文章、真多的故事，我得到一个吸引。我发现世间敢有遮尔多智慧的人，所以因讲智慧的话，就互我心内感觉足欢喜，好像顿悟，忽然就了解讲，哦，我以前讲袂清楚的想法。所以每一摆的感动，我拢恨不得我会当甲咱做伙分享。我好亲像一个妈妈，我想要将真好食的料理来甲恁分享。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天父上帝减无欢喜，咱来就近伊。来领受伊所备办真理个活命嘛。我真爱这个人的册，伊伫咱的中文的册内底有2本，一个是新课。牧师捌几年前鼓励恁读这个人的灵修。这个人是德国的基督教会内底足要紧的一个灵修的老师。伊伫伊的文章的中间就写着投影片顶端牧师所互你这句话，伊讲。
每一摆我灵修的时，我都安静。我需要一段时间安静，我需要时间听候。伫安静听候的中间，直到上帝的话对天灵来，直到上帝的话变做我的话，直到我听见，直到我明白。我知影，咱若要听到上帝的话，咱需要听候，需要恭敬的心。所以教会最重要的分享甲信息，就是将上帝福音的话来讲互清楚。一个袂通安静的人，真困难听到上帝伫伊心内真重要的感动。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当心牧师会通用讲道礼拜来做云端教会的工作，但是兄弟姊妹，恁会当参与，恁会通真做一个将上帝话伫恁日常生活顶端来活出来的人。所以咱的教会其实3年前，上帝互咱要起这个复堂的时，忽然迄个时阵，我就有一个感动，对宴会兄、对占大兄，甚至还有真侪的故事。迄个时阵，上帝并无足清楚甲我讲要安怎，但是我有一个直觉，就这间教会要成做一个将这个录音的信息，将咱的周报的祈祷书。将咱的周报所写的迄个短短的讲道文，会当分摊到一寡得到帮助的人。所以兄弟姊妹，我要邀请恁伫背后，咱同心做伙来祈祷，互这间教会成做一个会当将上帝的福音甲人分享。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我要甲咱学习3个祈祷。第一个祈祷就是安静听。几礼拜前，牧师甲恁讲到迄个撒母耳，伫暗时梦中，上帝叫伊的时，伊的老师伊利甲伊讲：“你若搁再听到声咧甲你叫，你着跪落来安静祈祷讲：主啊，请讲，你的奴仆在听。主啊，请讲，我在听。”所以兄弟姊妹，伫即个礼拜中间，你若有一个感动，你会当问你家己讲：即个感动是啥物意思？然后你会当用祈祷，你看上帝讲：上帝啊，这个声是你的声吗？所以兄弟姊妹，问上帝讲：主啊，是你吗？主要讲是。有声对天灵来。每一个兄弟姊妹，咱若摒空家己，咱若谦卑咱家己，咱若安静咱家己，咱若将咱内心的自我暂时甲伊请一边，互咱内心这个座位，互上帝坐，将咱内心这个座位，互上帝掌管。兄弟姊妹，咱拢要听到真正上帝的声。有声对天灵来，现在恁想要听吗？恁有期待会通真正听到上帝亲自对你讲话，唔免做第二手，就讲通过牧师互恁唔免，直接上帝就用伊亲密，将伊主爱的声直接对咱讲话。愿天父上帝对今仔日开始，伊拍开天灵的窗，将伊的光照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拍开耳孔，拍开心窗。来听上帝的声，这是圣经中间一个真要紧的图片。无论摩西伫西奈山顶，无论是雅各伫第二的旷野，兄弟姊妹，一个心中需要上帝的人，上帝就要亲近伊。愿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今仔日到世间的路尾，咱常常有这种的福气。就是伫咱孤单咧行人生的路的时，上帝甲你讲：唔免惊，向前行，我伫你的后壁；唔免惊，向前行，我伫头前咧等你；唔免惊，向前行，我伫你的身边。亲像伫以马忤路上，耶稣陪伊的学生。愿主甲咱三个伫地思想，今仔日圣经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美牛，我的天父上帝。天顶的真正
的美妙。兄弟姊妹，咱伫这个世间所追求真侪本事，表面上看起来是荣华富贵，咱检查要自我嘲讽讲，好啦，牧师你若讲迄是本事，无拢互我。兄弟姊妹，做一个真正担着福音滋味的人，咱就知影什么是真正的福音，真正幸福。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养赐咱，互咱伫伊的真理顶悬，互咱伫伊的圣心的内底，更较重要，伫伊长阔关心满满的慈爱，咱的生命中间得到的疼，是远远超过男欢女爱迄种的爱情。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开嘴，咱甲主祷讲，主啊，天顶的美娘，真正的美娘。愿天父上帝帮助。牧师讲，毋是牧师讲，圣经讲，耶稣讲，毋是摩西所予你的迄个饼，是甚物人予你？是天父上帝所予你对天人来的美娘。咱若有敬虔的心，恁就有迄个智慧，通听见牧师解说无清楚的圣经的真理。咱若有敬虔的心，上帝自然伊会帮助咱，用伊的圣心来弥补伫礼拜中间，牧师毋知影咱的轻重，牧师毋知影咱的需要，但上帝圣心要帮助你甲牧师，做伙领受天日来的美娘，迄种的帮助。辛格牧师伫这本册内底有讲一个祈祷，伊讲伊将上帝的话常常捧伫伊的手中，恭敬。伊讲我将你的话放伫我的手，我问我家己讲，你的话有什么样的分量？伊讲我专心思考你的话的时，你的话就开始改变我的生命。现在上帝的话最重要，就是予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原来伫伊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今仔日将这个饼予我。现在今仔日的礼拜，爱会晓甲上帝讨，咱毋通空空离开今仔日的礼拜堂。咱甲上帝讨，主对今仔日的礼拜，甲我一生逐摆的礼拜。主，我拢要带着你满满的智慧，带着上帝你满满的祝福，就是上帝你对天人来真正真理完命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主啊，将这个饼予我，这个饼毋是只安尼食，圣餐的饼讲，这个饼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伫咱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时，上帝伊的圣心就踮伫咱的内底。第二，伫今仔日的礼拜，我要邀请咱伸出双手，咱甲主祷。这段圣经记伫旧约最后第2章，马太记第3章，就是旧约圣经要结束。马太记先知的册是圣经最后一本，总共有4章。但是今仔日这句话是记载伫马太记第3章。牧师无要解说伊的前因后果，但这句话真重要，我相信恁一定真爱。上帝安尼讲，我要为着恁拍开天顶的窗，我要为着恁拍开天顶的窗，并祝福互恁，甚至到你安那，恁抵袂牢，超过，毋是讲咱无能力通抵，是上帝恩典大到咱安那，咱抵袂了。圣经咱伫几礼拜前的礼拜讲生命的凉气，恁会记迄段无？咱摕什么来量？上帝就摕迄个量互咱。咱的心的信心若细，咱得到的就是细；咱的信心若有够，上帝所予咱的权能是广阔。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听有今仔这段圣经的话。我要对为恁拍开天顶的窗。喜乐祝福伫恁的心上，大到恁承受袂了。耶和华讲：
万国要称恁做幸福的人。兄弟，恁爱这句话吗？恁爱这句话吗？对于读这句话的前因后果，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的上帝是一个丰盛的上帝，所以求上帝拍开天窗，但是咱爱谦卑拍开心窗。兄弟，了解这句话吗？上帝天的窗若有开，但是你的窗若无开，就亲像你的库房、你的册窗，若无拍开门，所有的祝福擦身而过。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愿上帝拍开咱的心窗，夜幕恭敬仰望上帝的天窗。有耳孔的人就听，有耳孔的人就听。圣经讲有声对天而来，今仔日上帝的圣心嘛要对咱讲话。愿天父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拢是量身定做的。上帝所互咱的话，拢是量身定做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第8节，伊讲圣神讲，今仔日恁就听伊的话，唔通硬恁的心。兄弟姊妹，拍开心窗，上帝准备要将伊的救恩放伫你的家中，所以互咱向上帝拍开心窗。也愿咱的教会是一间永远开门的教会。是一个无围墙的教会，咱的教会救恩的门，向所有的人来陪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勇敢壮大，咱免惊讲有迄个543，有迄个奇怪的人会入来。咱若愿意，这个救恩是白白甲人同分享，咱就爱准备咱家己，因为有迄个需要上帝的人，伊会来找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所以，这两个祈祷的结论，牧师最后要甲咱分享，就是，毋是牧师爱做这个工，毋是中级爱做这个工，是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做伙甲上帝做这个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叫做云端的教会。你牧师你所讲的云端的教会是啥物教会？是直播尔吗？毋是，其实毋是干那咧做网络的直播。亲像直播主卖海产啦，卖啥物遐有诶无诶安尼尔，毋是。咱嘛毋免烦恼讲，咧参加咱诶网络直播诶礼拜人数足少。兄弟姊妹，就算做有一个人参加，伊伫一摆诶礼拜顶悬，伊诶性命得到扶持，安尼就够样。就亲像上帝通过占大兄，伊互我清楚知影讲。咱袂通为伊做啥物，但是咱会当将上帝话备办好变，伊的家庭要做伙享受。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上帝要伫一个特别的时刻，古早是安尼，今仔日是安尼，将来嘛是安尼。所以今仔日的圣经以赛亚书咱拢作熟的。以赛亚书43章讲，旷野开道路，沙漠归江河。咱教会毋知听几摆啊？差不多，这变做咱的教会口号。但是这段的话顶关于上帝讲，唔通讲过去的代志，唔通回顾过去的代志，是安怎呢？听无？历史真重要，是安怎上帝叫咱唔通回头去看古早的代志？最主要是用古早的代志来比将来的代志。所以18节、19节，咱爱连续读。伊的意思并唔是讲历史无重要。伊的意思就亲像圣经实有咧讲，守护着理想好看的人，不配见天国。意思就是安那，唔通互过去你的习惯来成做你的典范，爱成做新创造的人，因为上帝伫咱中间要做一项新的事。所以，亲爱的中级下晡，咱要开始今年的共事营。牧师要拜托恁，咱做伙去祈祷的这段，来问上帝讲：上帝如果来10年，你要伫阮的中间写什么种的计划？也这拜托恁也陪伴牧师甲中级，
互咱当心的祈祷，咱会当足清楚知影上帝伊的计划，毋是牧师讲准算，是上帝将伊的心意放伫伊家己的教会。咱做伙听，若是上帝伊要成就的代志，伊会感动牧师，伊嘛感动恁，因感动恁，伊嘛感动牧师。同感一灵，恁捌听过这个圣经有所书无？咱所信的只有一个圣神，所以同心合意，这就是上帝圣神所带来，伊要成一项新的事。所以，这样事就是以赛亚书先知所讲。上帝讲：“我的百姓是我所创造的，因要保养我的名声。伫地人亲像伫天人，伫教会亲像伫直播。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伙甲上帝来做新的事。所以伫周报顶悬才有5项，检查上帝要通过恁哦。恁伫教会已经一段时间。”上帝互恁有一种的科目，讲，阮的教会大汉，我真爱阮的教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恁会当甲恁的爸爸妈妈讲，我心目中渴望的教会是什么？恁的声若带来到伫咱教会共事营，伫咱共同的祈祷，咱就要拿来明白，咱的教会的宣教宣言。就是讲，咱教会伫将来所要做的方向，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会记得，你所有的财情，这间教会所有的一切，主耶稣讲，白白得到，白白互人。教会存在是为着要分享，教会存在是为着要服侍，教会的存在是为着要造就人，教会存在是为着要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云端的教会就是无分地点、无分语言、无分各所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袂当做全世界这种各种的语言的翻译的教会直播袂当，但是咱的教会的本质就是。用台语讲道，用台语读圣经，用台语分享。所以，咱的教会的信息最重要，就是为着全世界用台语生活的族群。就算做这个族群是足少人，但是这就是上帝交予咱的责任。所听的弟姊妹，愿咱手牵手。咱同心来做工，好无？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计划，伊若看做好，互咱的教会，无论是得长伫逐所在，拢会通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咱同心来祈祷。主，愿听见你的话。愿思想你的切恳，主求你将你的计划写伫你的教会，互阮亲像摩西手摕着10句话，阮就脱离困绑的埃及。主帮助阮，阮伫你的面前拍开教会的门，也拍开阮的心门。主求你照你的应允。拍开天顶的窗，使落你的祝福满出来，到阮承受不了。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请咱的三角吟信诗因答上帝的听，信诗464首，福音真声咧大谈，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咱准备奉献。
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咱要用平安礼做咱的祈祷。拄则牧师有讲到占台兄弟的见证，所听的弟姊妹，咱若得时不得时，咱互相少年的事，原来用祈祷，咱互相做守望。咱中间有的人最近身躯欠安，有的人已经恢复，但是无论是健康无健康，咱就是一个大家庭。咱用耶稣听你这条歌，咱来做咱的代祷。所听也这，将你身边需要上帝主爱救恩的人，将因的名放伫耶稣听你这条诗歌。咱甲耶稣讲，主啊，求你怜悯伊，咱为因宣告，耶稣要听你。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求你怜悯阮。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求你怜悯阮。阮为着所有伫病痛中间，阮的兄弟姊妹来仰望上帝。但阮吟这条诗歌的时，是代表阮心中的代祷。耶稣，你的听是阮永远的盼望，来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来带阮进入光明的国度，带阮脱离罪恶，引带阮行义的路。至圣的耶稣，愿你亲入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心内，你开天窗，阮开心窗，你为阮对天顶施了祝福，阮存出双手来承受。阮为着阮年长的长辈，恳求主你保守照顾因。互每一个年长的阮的兄弟姊妹，因的每一日拢充满盼望，充满伊的亲人伫伊身边，尊重甲陪伴的疼。祝福阮所有年长的长辈，满满有上帝你天使所带来的天父你的慈爱，享受因开咱。至圣的主，阮嘛为着阮的细囝来祈祷，主求你互阮的细囝，伫你光明中间来成长。主帮助阮的教会成就一间，互你的听充满的教会，互每一个需要你的人，会通找到你，甲因陪伴。对天灵来听，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求你怜悯阮，你亲自来陪伴阮，拯救阮，互阮永驻。咱甲咱身边的兄弟讲，耶稣听你；咱甲咱身边的耶稣听你。耶稣的听真奇妙，愿耶稣的听，互咱的生命无欠缺。耶稣听你。
咱即时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今日生日的人阿定敢有来？一定。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主啊，为着于定，为着文灿兄，为着苏娜姐，为着祥光，愿恳求天父上帝你祝福因。伫因生日的时，我要奉你的圣名来宣告：愿主你的祝福对天人来，你天拍开天窗，将福分赏赐予因。主求你用油抹因的头壳顶，予因的福杯满溢。主伫过来一年，求天父上帝你的圣手牵条条，予因每一天恭敬谦卑，甲上帝你同行。主予因智慧的心，予因圣神的灵，予因伫每一日拢会当加做好的管家来管理因家己的生命。至诚的天父上帝，祝福因，愿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也这恁拢知影，乌克兰最近这礼拜真危险，咱来为着乌克兰来祈祷。虽然这个国家甲咱并无有足强的邦交外交，但是今仔日咱的聚会有祈祷讲，这个世界应该强者公正，弱者安全。愿天父上帝帮助，毋是讲你有能力，你就会当要安怎就安怎。咱做伙来为着世界，才会无公义，甲才会受伤，才会邪恶，甲才会平安来祈祷。主这礼拜全世界拢在关心乌克兰，这个国家所要求的只不过是自由、民主甲平安。但是这个世界互人看见，有一寡帝国主义强权，并毋是安尼。耶和华阮的上帝，你有讲，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面要亲像伫天面。主，阮知影这个世间有侪侪邪恶，因为人离开你。我要恳求天父上帝特别保守乌克兰所有的遐个吐气流目屎、惊吓、死实，毋知要怎样的百姓。所以当阮看到影片，因跪伫落雪的土地，跪伫遐祈祷的时，有时阮心中的问讲：上帝，你敢有听到因的祈祷？耶和华，阮知你无放杀因，恳求天父上帝你彰显伸冤保守，愿伫你的面前将这个国家交伫你的手中。阮知影伫全世界嘛有真侪角落，事实上受邪恶有黑暗的关系。主求你，互全世界的教会勇敢站起来，守望宣告，对这个邪恶的关系讲，阮无爱你安尼做。主，愿你兴起你的圣徒，伫逐所在做守望的祈祷。主，愿你的国临到。主啊，愿你的国临到。阮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是大专事工主日，咱有感动的人，咱会当为着中会大专事工奉献。下面咱来请事会来报告。请咱三个来看周报。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拜三祈祷会，伫礼拜堂8点。青少年团契拜六到7点半伫教育馆1楼。查经班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2楼。圣港服侍下主日聚会，请陈宗胜长老。苏琴请刘一鸣兄弟，苏宪林安路技师甲我本人。交代第2组爱餐暂停。新安宫读经表请咱照即个顺序来领受。其他交通：第一，
2022年总会年度的主题是传承上帝国，塑造新秩序。咱教会10年的目标，展望100。今年是咱教会设教90年，大家同心来追求10年的宣教目标，迈向100年。第二，主日下午中职甲团契的干部要举行共适应，请兄弟代祷。第三，元岛教会设教140周年，邀请摄影投稿，请咱来代祷。有意愿的会当询问咱的干事义诊。第五，3月19拜六，莅林区妇女组灵修旅游，伫苗栗田园甲奥哈纳咖啡屋7点出发，每人900块含交通保险，午餐甲晚餐3月10号报名截止，请向依林会长报名。生日的有洪依婷、彭文灿、陈淑娜、庄祥光。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有出入的请向出入来登证。代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身心欠安的甲教会所有长辈的健康平安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祈祷；第四，为适婚的青年婚姻来代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有富林教会、积极教会、德克达亚教会。咱今仔日有喜乐保院的兄弟姊妹来甲咱做礼拜，咱甲因拍破环境吼，咱足欢喜伊甲咱做礼拜。耶稣爱你们，耶稣爱你们。谢谢老师嘛，足欢喜弟兄姐妹来做礼拜。佮有就是淡木斯的姐姐但迄个但连长老东门教会长老伊今仔来甲咱做礼拜敢有我无介绍到？拢有好，咱来吟上样的诗来做咧吟上样的诗。归向对天父上帝，让更相敬相信三位一体，在地现在地将来也永远的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个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别得避讳。